中研院生医所的特聘研究员陈志成的团队发现，讲酸甲痛是无同款的感觉，引起酸的神经不是痛甲神经，是本体感觉神经。酸甲神经伤过活化，就会来造成慢性的酸痛。甲过去的痛痛医学理论无啥相共，咱做回来了解。甲酸兄痛伫咧台湾筋肉骨头酸痛的医疗支出一年超过2000亿，使用人数上济就是止痛的药物，也毋过酸甲痛敢是同款的感觉。中研院生医所特聘研究员陈志成团队发现酸甲神经的存在。本体感觉神经就是一种酸觉神经。本体感觉神经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默默在工作的神经，一般认为是被动，只是感觉而已。其实它不是。它过度活化之后，就是让我们产生酸。本体感觉神经就是一种酸觉神经，过度活化会引发酸感，毋是痛感。但是慢性的酸痛会影响去周边的痛觉神经，就会有酸有痛。研究结果改变50年来医学界的观念，创造台语酸罗马拼音做自首的酸ception这个名。But we don't really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two. We just have the one word, which is pain, to find that there is a physiological and neurological basis for that discrimination. And that's what's been so fascinating in working with. 其实有些不是在止痛，有些是在针对酸，那有些是利用调整酸觉神经的活性，来达到止痛或是止酸的效果。陈志成指出，伫咧国际重要学术期刊来发表领域首创酸ception这个名，了后会被应用，有希望互台湾伫新兴神经科学研究领域有绝对的讲话权，而确认酸甲痛是无同的感觉。伫咧临床的精准诊断，避免无科学依据、无效止痛的处理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